究竟咁多人排隊買嘅呢樽係咩嚟？現代人關節咔咔聲，呼吸唔暢順，皮膚唔舒服，成日都覺得好攰，做咩都提唔起勁。呢啲睇落唔同嘅症狀，有冇諗過都係因為同一個原因？可能係你體內嘅炎症因子喺度作怪。如果你遇到以上情況，代表身體已經向你發出求救信號。呢個係點解你需要 Omega Drive Essential DS 一個與別不同嘅魚油產品。魚油可以抗炎，大家都知啦，但係呢樽唔係一樽普通嘅魚油，入邊除咗有來自純正深海魚嘅優質 Omega 3，仲加入咗大地嘅瑰寶魚香。而 Young Living 嘅全譜系魚香係由美國專利嘅 Deep Spectra 技術萃取，可以將魚香入面嘅有效分子全數保留。研究發現，全譜系魚香嘅抗氧化能力比一般魚香精油高出 4.6 倍。呢款市面上獨一無二結合大地、海洋雙重力量嘅產品，從多管道控制身體入面團火，令身體慢慢去返平衡嘅狀態。全球首創嘅營養補充品 Omega Drive Essential DS 已經上市，即刻去 Young Living 官網了解更多。